光灯记。1906年，越剧诞生在浙江嵊州的村落田间。回眸100年，越剧从乡下人的田间说唱，发展成为剧团数百、风行江南、影响仅次于京剧的地方剧种。让我们透过历史的镜像，寻找属于越剧的曾经，在那些朗朗上口、好听好唱的旋律中，回望一个世纪的越剧，一个越剧的世纪。公元1906年，大清光绪32年3月初3，清明节。宫里的戏已经连演了好几天。慈禧太后痴迷二黄，每年的这一天都要去听戏。徽班进京已经100余年了，从一个乡村草台班子到大清朝的皇家戏班，徽班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只是这一天，谁也不知道慈禧太后会点哪几出戏。这一天的浙江嵊县东王村，清明时节雨纷纷。在说书艺人李士全家隔壁的香火堂前，村人用4只道筒和2副门板搭起了一个简易的戏台，也就是俗语说的草台。在那个雨意的春天，东王村要演戏文的消息被传得沸沸扬扬。在此之前，李士全和他的搭档们不过都是些落地唱书的艺人，不知道如何走台步、放身段，甚至连一件甩一甩水袖的戏服也没有。在宫中听戏的慈禧太后已风烛飘摇，这个统治中国40年的女人72岁了。6年前，八国联军攻入了京城，一屁股坐到了乾清宫的宝座上，大清国的皇太后和皇帝陛下只好仓皇西逃。6年之后，慈禧太后依然是紫禁城的主人，戏又要开演了，只是屈辱的战争赔款高达10几亿两白银，国库早已空空如也。雨一直在下，嵊县东王村香火堂前的戏文从下午演到了晚上。先是2出招揽观众的戏，石箭头和泥凤扇茶，而后是正本戏双金花。戏演完夜已深了，乡人们还久久不愿散去，他们向演员提议明天再演2场。多年以后，越剧在追溯自己的历史时，把光绪32年3月初3，东王村几个说书人的这次粉墨登场作为他的
第一次正式亮相。我们对百年越剧的追溯是从2001年就开始的。1906年越剧诞生的东王村这个香火档，这个是香火档的剧子。当年的演出了，正是3月初3清明节，这个舞台内容大东门摆得正的是在这个门口，观众呢就在这个空场地里看戏的。那么当时演员有6、7个演员，其中有一个是东王村的李世坚，这就是李世坚的主王。2006年，东王村香火堂已经修旧如旧了，而100年前的越剧又是一番怎样的面目呢？当年演戏文的李士全是个4乡有名的落地唱书传人。而落地唱书被称为越剧的前身，据说是由盛县马塘村农民金启炳在咸丰元年一手创立的。在盛县志的记述中，100多年前的马塘村是盛县西部有名的粮仓，不过村里的地都掌握在外村地主手里，本村的村民大多是无地的佃户。19世纪中叶已是大清帝国的晚期，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再也没有平静过。即使剔除浙江山区的盛县，也没能成为世外桃源。晚清时，盗贼风起，苛捐杂税五花八门，又连续碰上100年一遇的自然灾害，弄得民不聊生。依县志的说法，同治3年至6年好雨成灾，同治8年4月洪水横流，坏田地无数。光绪15年7月，曾留下过李白等几百位唐朝诗人身影的陕西暴涨20余尺，田地尽淹水中，庄稼颗粒无收，圣人只好出门去吃百家饭，也就是沿门乞讨。乞讨的人太多，单纯的伸手要饭没有技术含量，混个温饱都难。自小便喜欢唱山歌的圣人，无奈之下，信口唱起了自编的顺口溜：不是江面朝南开，元宝骨零零零滚进来，田地买1000，2点18亩啊，家里屋里红装新屋讨几万，都是讨好的。哪一个种事体了哦？珍惜家小眼前。这种即兴的演唱通俗易懂，生动风趣，主家一时高兴，往往会给1块年糕、几只粽子的恩赐。这些沿门唱歌乞讨的圣人就被称为讨饭佬唱年糕。农民也一边种地，春节左右嘛就外面跑出去了，夏天高辰光也跑出去了，赚钞票，就农忙3季8日，外面1季了。当年这些讨饭佬唱的最多的，旋律最优美的，就是马塘村农民金启炳所创的4宫河调。盛县甘霖镇马塘村，清咸丰年间，金启炳只是村中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民，但他颇有些艺术天赋，会唱民间小调，在乡人中有点名气。金姑娘哎，银啊姑娘，姐妹双双同啊上个梁，
要到me临天，嘴儿那个举手啊响，几点了钟没呀点响，点起了钟闹洋洋，点起个响来是喷啊喷响是我在工厂采的工里采工厂是我的哎。这就是金启炳所创的四宫合调越剧的基本旋律。他只是把跟随自己学唱的徒弟们编排成了一个有领唱有帮腔的合唱团，取《萧经》中的四宫上合尺5个字作为尾声衬字来帮腔，从而成就了越剧音乐的长江源头。而金启炳本人也被尊为越剧的祖师爷。57年我们城县呢召开了一个老年人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上呢，大家讲到呢这个落地唱书的起源了。那么落地唱书起源呢，必然要讲到呢那个祖师爷那个金启炳。金启炳的徒孙啊，他这个金文昭了，他就讲了，有落地唱书是我们的四宫啊画出来的。我们理解他这个画出来的呢，就是创造出来的。在嵊州马塘村，金氏一族的后人金老虎家中还保存着金氏族谱，或许在其中可以寻找到有关于金启炳这位越剧祖师爷的蛛丝马迹。我只做一个他工具还不别工了。在金氏宗谱中有明文规定，无故作戏酒宴用唱赋者，罚银1两。但让我们感到非常意外的是，族谱里找不到金启炳一丝一缕的痕迹。他好像只是生活在人们的想象中，生活在越剧的空气里。对于这件事情，一般的解释是，旧时在嵊县的坊间有3子之说，戏子、婊子和当兵吃粮的粮子，这3种人都是下三滥的货色，是万万不能写入族谱请进祠堂的。另外还有一种戏剧化的说法，说金启炳的祖上不过是金姓一位大户人家的外姓佣人，因与主父日久生情，生下了他们这一支血脉。尽管后来也改姓金，但终究不能名正言顺。这样的故事正好适合民间演绎。有关金启炳的身世，是不是唱书人张口就来的传奇，现在已经无从判断。金启炳开创四宫合调，并根据流传在圣地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改编了一批情节简单的小戏唱段。最初是沿门卖唱乞讨，后来也会被请到屋内的堂前唱上几段。不过竞争也随之而来，有时在同一个村庄，同时出现好几副唱书班子，唱的人多，听的人少，也赚不到钱了，圣人纷纷改行。眼看着越剧还没诞生，就要夭折在摇篮中了。此时，一个挑着补鞋担子的年轻人却把这副唱书的担子挑了起来。他叫金和林，嵊县马塘村人，是金启炳的关门弟子。金和林那副大名鼎鼎的鞋匠担子，早些年马塘村健在的老人大多见过。补鞋生意清淡时，金和林偶尔也去茶馆听听唱书，结交了不少唱书艺人。
他渐渐发现，补1个月的鞋还不如唱一场书钱来得多，因此师从金启炳下海唱书，并改名金之堂。据说他能3个月不唱回头书。我们听老人讲了哟，咱老爷爷就那金子堂了，这个无事不小，不小。这个就是金子堂的老儿子啦。哎，这个就是那个我他姑。哥们那个爷爷是啥子啊？我爷爷们是金彩佬。一时间，唱书的范围从农村逐渐扩展到了城镇。金之堂和他的伙伴主要在余杭、临安一带唱书，还颇受欢迎。后来就有了精明的茶馆店老板，摆了一桌实惠的酒水，说服金之堂等人留下来。1889年的一天，金之堂在茶馆里听了一段《湖州三跳》。叫李登，两人白叫是同生，在他寺里要为想念。就是这样一段《湖州三跳》，让金之堂突然间悟出了唱书新腔零下调。从那时起，金之堂编出了双珠凤、珍珠塔、玉连环等一些中长篇书目，开始使用一桌两椅和一些小型道具，并增加了表演性的动作。粤剧开始从沿门唱书发展到了走台书。湖州三跳在湖州那边流行一些曲艺音乐了。普遍的说唱音乐特点，它是很强的，就是像说话一样。你抵挡的，但说起那个头发低来低，说起那个头发来到来，它像说话一样的。我们这个诗歌我都要个前面呢，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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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个音乐它蘑菇风变得比较容易，音区偏高，唱上本是没有很多困难。怎么办呢？他五条呢？他这个前提的大头大低大头，在这个地方不行。大头大头，低也多的低，大低大头的大头，音区比较低，手语呢唱本什么表演，所以呢，他显示了这个特点。零下调的出现，使金之堂成为了粤剧史上又一位祖师爷式的人物。正是他和金启炳这2代人的继承和开拓，使粤剧的出现成为一种可能。红酥水，黄灯青。今天，我们把粤剧的诞生定格在公元1906年农历3月初3，东王村的那一次演出。其实，在这之前，粤剧还有过2次试演，一次在余潜，一次在余杭。这2个浙江境内的富庶之地，一直是盛县落地唱书艺人云集的地方。光绪32年的2月，东王村的李士全正好到余潜唱书谋生。就在武村河边的一家小客栈里，他和高秉火等盛县南派艺人不期而遇。一天的唱书结束后，有村民提议让他们像戏班子一样演出戏文看看。面对乡亲们的盛情，艺人们无法推辞，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这个朝那边啊，正门朝那边啊。这个嘛没吃过呢，这个。还没这些听讲。这就是当年于谦、乐平武状元程家的老屋旧址。四只大洞，四只大洞。哎，在那个门板铺上去。对。这个就叫做整个厅。那个厅顶头了。厅这边啥个做，即使做跳龙灯呢，他突然先到这里来了。100年前，越剧在外坞村有了第一次试演。当时的艺人们演出了《石箭头》等小戏和《赖婚记》中的一段。当时这个石箭头是怎么唱的？就是呢，请他们两个唱给大家听一听啊。我们介绍两个人唱有当初是个很原始的时候这个乐剧，可是光也没有乐队啊，也没有锣鼓，就是清唱的啊，用自己的唱，用嘴巴来伴奏的啊。那么我们两个呢，就把当初怎么唱的唱给大家听听啊，可能不太好听啊，但是是这样唱的啊。我先唱。哎呀，亲哥哥，你我亲妹妹是长啊去，元朗亲了么人啊中嘿。全国不谈非礼财，莫做责任当啊小啊头呀金妹妹我家穷神穷，吃饱了穷，就不是无耻山楂谁把你自在我不惧嘛，金妹放心别啦带鱼呀。在当年的李士全、高秉火等南派艺人看来，那样的一次演出像是一出闹剧。加上清明将至，艺人们都惦记着要回家撒谷子插秧了，所以没等到天亮，他们就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小村庄。但这次演出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派艺人的耳朵里。同样是盛县的说书艺人，怎么还有南北之分呢？这其实是由光绪10年的一起案件引发的。当时在余杭县方景街的岳阳楼茶馆，盛帮艺人和杭帮艺人为了争夺演出场地发生了争执，引发集体斗殴。当时盛帮艺人的领袖金之堂被关进了大牢，官司一直打到杭州府衙门。在这次事件中，陕西南边的艺人却一直袖手旁观，盛县说书艺人由此分裂。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以陕西为界，南北两派井水不犯河水，暗中却互相较劲儿。一个南的，一个北的，到南方去他都在那场合呢那一打，那么北方去呢，他在黄家坞平原比较多，由于两派地域不同，居住地点不同，演出场所不同，长期接触的对象、关注的对象不同，那么他结果也分来了，所谓南极北同，造成逐步产生了声腔的不同了。盛县南派艺人完成了越剧的第一次试演，北派艺人自然也不甘示弱。100多里外的余杭县陈家园，北派艺人早就跃跃欲试，也要演一出戏文。当年向来炳、马朝水等北派艺人就住在当地财主陈锡龙的家里。这个是老台门上，这个是还有嘎点东西移来了。是了，这个房子。跟老房子里面有5间吧？5间是吧？5间4厢。5间4厢。的这个4厢的话，要你加个6厢一度了，一样跟没度，也跟弄了。那不弄。在我们盛源人来嘛，总是在哪个屋里向了，习惯个就是一说两菜呢，是弄哎呀对个。咱们那次呢？就听到话题了，就说好演戏了，遇见罗宾武村了啦，唱书的不上台了。咱们就是有个马兆水呢，就说人家好做，我们好做，
那么这个马壮是一个师傅了，就打了他一个巴掌。你小孩子懂得什么了？唱书是唱书，演戏是演戏，来我来个，找侬哎呀讲了，搿侬一巴掌打得伊了，搿就是演演可以啥道理呢？演得不好嘛就不好，演得好嘛也好个。演啥个戏呢？演珍珠大。金鸡王无法事，母亲与我两个人，单单哥哥哥哥单，哥哥我们应当辛苦。此时的艺人们并不懂得唱书与演戏的差别，仅从方清蝶母到九松亭赠塔就演了4个半小时。村民们看得心烦意乱，纷纷回家吃晚饭了。无奈之中，北派艺人只得草草收场，结束了越剧正式诞生前的又一次试演。光绪32年3月初3，东王村香火堂前，越剧的第一次正式亮相让乡亲们兴奋不已。第二天，演出场地移到了村口的大樟树下。当时这个舞台呢就搭了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的观众呢来自呢四邻八村相当多，这个演出反应呢是相当好。这个就是第二天在这里演出。那么从此演出以后呢，这个越剧的第一副小歌班了就正式成立了，越剧呢也就此诞生了。戏服是从庙里菩萨身上借来的，鹅蛋粉当水粉，红纸蘸水代替胭脂。开场的锣鼓就要响了，这时候却起了一点风波。镇里负责治安的团练以朝廷禁演莺歌银戏为名，派团丁来抓戏子了。这时候是一个叫李海发的乡绅出手挽救了越剧，使东王村的戏文得以继续演出。据说他是个革命党人。光绪32年，盛县所在的绍兴府活跃着革命党人神秘的身影。2年前成立了光复会，会长就是绍兴府的翰林进士蔡元培，鲁迅也是其中的一员。依然是光绪32年，光复会会员邱瑾回到了绍兴，在明道女学带了几天体育课。一生3入牢狱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在这一年出狱，他去了日本，主编同盟会会刊《民报》，在《民报》上发表了同盟会会员朱执信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结译本。而戊戌政变中漏网的康有为游历西方归来，写就《法兰西游记》，开始倡导革新。光绪32年，公元1906年，浙江盛县的一个小山村里，几个说书艺人的粉墨登场，意外地结出了一枚鲜艳的果实。而李士全和他的伙伴们只知道，无论是唱书还是演戏，都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也想不到，当他们放下锄头高歌的那一刻，竟会开创一种100年传承的戏曲。